的维基百科呢，手机的 App， 维基百科呢，手机版的维基百科呢，如果有离线搜寻那最好。Google 的语音引擎啊，可以离线的嘛？还有英汉字典有离线的嘞，离线使用版，哇，真进步啊！这伟人呢，这南非的安然伟人，联合国秘书长，和平主义者曾经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，还曾经参观一贯道的道场，来到台湾的呢，好像在研制大学那个研讨会有出现哦。称赞一贯道呢，好像可能也有求一贯道，可能变成道亲了哦。优秀，享年90岁，不简单了哦。心中有爱的和平主义者，享高寿呢，享高寿呢。原来历史上的今天呢，这个有没有包括古腾堡？早期还没有维基百科的时候有古腾堡可以下载很多文件呢、照片呢，中国西洋的文件都有。维基百科啊，好棒啊！登入啊，登入是要用什么版本？用什么账号来登入吗？刚开始的那个简介没有时间来录，那个时候刚好萤幕录影的程式没有办法开启，不然简介的很多呢，简介的内容很丰富，可以参考。登入还要有账号嘞，还要有密码。维基百科好。